哦，今天礼拜六了，台糖的贩售不有营业了。就那台风安纳斯台风摧毁那个大榕树后，那个大榕树从那个西北方向倒下去，打到屋顶，点打到铁皮坏掉，一角落。哦，那个树干得很粗呢，有好几人抱了。北边也有一棵树，就是那个天桥的下楼梯那边哦，你看树头也是那么大，这一棵更大哦。这个锯掉都要锯很久的时间。哦，那个榕树的树头啊，用吊车来吊啊，用大卡车载走。哦，会珍惜的啊，那个树头也是有价值的，创作艺术品。糖厂经营糖厂。糖厂卖冰，卖那个食品，还有卖有机肥料。以前一包130块，现在140块。台糖有机肥比较不会有肥料伤害回伤。那个叫台糖金刚。哦，然后坐5分车了，坐那个什么小火车，5分车是开放车厢，到柳营8公村看肉龙区的那个乳牛。另外有小火车，好像2年前才开始开的复驶。然后那个再到柳营叫仁和村的吧，积水溪南边，旧名称叫火烧店会学点。那个吴晋华，台湾民谣大师吴晋华的家，那边有音乐博物馆。哦，你看，要用吊车来吊那个大榕树的树。爱2条较用啦。哦，我刚才要吊1条，吊2条较用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工作经验了。万一断了哦，都会省那个工具不好，得来不易啊。工具都要花钱买了，还要花时间去买，耽误工作时效。